嗱，事不宜遲啦，我直接宣布排名不分先後，嚟啲鼓聲先。第一隊 Charlotte 隊長上台。係，嚟請到呢邊啦，稍後一陣啊。當然啦，唔少得男子組第二隊高雷中學代表上台。第三隊服裝咧一見難忘，Lolita隊長上台。第四隊非常之厲害，John the Crazy隊長上台。嗱，呢一隊咧，我好有印象嘅嚟緊呢一隊，因為咧我都話啦，佢同其他隊伍咧有少少唔同嘅。White Girl 啊，中國娃娃 China 度啊 ，OK， 好，唔好俾佢停。第六隊 WCN 隊長，係，快啲落去。嗱，我都話㗎啦，有信心啊嘛，係咪先？好。頭先咧，我聽到最係啦，唔使望啦，係你哋啊！上台啦 ，Mixer！ 嚟，我哋行過少少先啊，咁我當然就個位俾你哋啦，係咪先？喂，未上台嗰啲，俾一聲嚟聽下先得唔得？第八隊 Max 隊長上台，好。第九隊，哇！呢一隊咧，我諗真係等咗好耐喎，因為由第一隊等到而家喎。NYDC 隊長上台，最後一隊Swan 隊長上台。嗱，恭喜晒咁多位啊！嗱，當然啦，唔入圍嘅啦，唔好氣餒，因為咧你哋已經俾咗個最好嘅 performance 我哋。嗱，我哋行前少少，各位評判啦，當然同我哋嘅即係合照咧，一啲啦喺前面踎低啊，我哋係啦，男仔踎踎啦，係啦，女仔都踎踎啦，個個都踎踎啦，評判就唔好踎啦，真係。嚟一齊影一大合照先啊！嚟唔需要太擔心啊！一陣活動之後咧，我哋會安排啦評判從各隊咧一齊再影一張合照嘅。嚟，我哋行埋少少啊！嗱，雖然啦決賽名額有限，但係我哋咧見到今日所有隊伍咧都非常之落力，帶嚟精彩表演㗎。好，大會攝影師影咗啦，係嘛？大家俾多啲最熱烈嘅掌聲，呢14隊嘅參賽者。嚟，各位入選嘅隊伍咧，呢個路牌咧唔好抌喎，知唔知道啊？記住啦，喺2月24號咧帶埋呢個牌啦，去到中環遮打道去 check in 喎，知唔知道？記得咯喎。好啦，活動啦接近尾聲啦，咁但係啦。我哋都非常之開心，多謝各位嘉賓、觀眾嘅出席，以及各位青少年朋友嘅參與嘅喎。如果咧大家對最後一場決賽2月24號下晝2點鐘中環遮打道咧決賽有興趣嘅咧，我哋仲有少量門票啦可以派發嘅。咁大家一陣啦，可以喺大會接待處喺我左手邊嗰個熒帳幕嘅方向啦，去攞翻一啲飛嘅。當然啦，先到先得，數量有限啦。咁我係張健今日咧嘅時間差唔多啦，希望有機會再見到各位，拜拜。